今仔日嘛是有伫 Clubhouse 去听一寡台语，嘛有学讲一寡台语。我发觉着我的心情应该爱放互轻松。袂当讲做啥物代志，就伫咧想讲，食醋啊，还是讲这我安尼讲，我安尼讲有对无对？有一寡对错的观念，其实拢毋免，因为有即种物件颠倒吼，做人就是无自在、无自由，而且你就是贴白条的。就亲像讲，我本来写小说，写甲是一个人看，一个人写，真快乐。但是自从我家己囥伫面册社团顶头，我就开始比较。这就做亲像讲，我若以早无去 Clubhouse，Clubhouse 内底的人拢甲我无关系、无地带。但是因为我入去以后，就开始食醋啊，还是安怎啊，还是感觉讲有人看我台语讲甲无好啊，变讲无讲台语拢无即个烦恼，无写小说拢无即个烦恼。但是一旦开始写，开始搭伫遐，希望讲做一个人我的文章会当比其他人比其他人的人气搁较旺。即个时阵无就是讲我若伫房间 Clubhouse 房间内底人缘人缘搁较好，搁较替有尊重，还是讲台语比别人搁较好。若是去想这去比较这，就颠倒烦恼，就加烦恼的。迄烦恼是家己找的。我即摆豆豆有去好好想过，所以讲我伫房间内底，我就想讲，其实我要学的就是台语嘛。当然，因嘛是有因的一个文化，譬如讲有主持人嘛，帮主。帮主内底伊就是希望讲伊会当主持，会当创啥。当然恁袂当讲你家己讲抢伊的话讲比伊较济。我是无做诚好，我有时阵会插话，但是讲拢一句两句，安尼人可能感觉不要紧，我袂讲一直讲嘿。我嘛袂讲拢无轮到我讲，因为我本来就是来听别人安怎讲的。我是颠倒是迄台语讲无好，甲我共款程度。迄华语讲伤久迄少年仔，我是听甲较想讲嘿啦，是听较艰苦。但是这嘛是我家己讲台语嘛是互人真艰苦我搁去听别人的台语嘛感觉真艰苦，真是互相为难呐。今仔搁去上台语的家教。真正是爱上课，嘛拄好拄着这老师袂歹，因为伊有虽然讲伊毋是讲真高讲台语，平常时拢讲台语。奇怪，若是讲台语讲较做好的人，无一定会晓教。就阮像有人伊可能台语讲真好。伊若甲你讲话，伊嘛会讲你讲这无正，但是伊无法度甲你的问题找出来，变讲一个好的老师，伊无一定讲有自细汉就讲台语台语足熟的考甲什物第几级有足济什物俗语拢会晓。佫会文的台语练甲真厉害。其实这厉害就是真正厉害，但是无一定讲教台语会厉害，真正是安尼。我拄好找这老师，其实是真好啦。每摆我录影，奇怪拢录无着声音，拢真失败，毋知是为虾米。毋过加载讲。伊若拢有闲其实我应该拢是找伊上课啦。我
进前我毋知影在想啥，我著去，阁想要去找别人，实在是无应该安尼，我应该是讲继续找伊，因为别人我嘛毋知影讲是毋是会晓教。其实伊是真正会晓听我发音的问题，讲我有啥物 F 的音，而且佫有诚有耐心，诚有耐性。我是真正讲拢会袂记的，著一直练。嘿，我佫一直想讲，我即摆要练罗马拼音，所以讲我一直佫去学别项。变讲我家己的发音我可能是家己想的，家己去听别人的音，家己喙著学袂母，安尼学袂母，其实讲出来音是无正，颠倒讲走进去只是我家己毋知嘛。其实我是需要一个人去安尼甲我改进我每一个音，但是呢，定定爱找着即种老师无简单因为大家拢是听几句的，就讲你即个音毋对，迄个音毋对，就叫你去练声、听歌、听，啦。其实有时阵就是无一定讲适合家己啦。我即摆嘛是讲伫练，讲我相信讲其实应该是讲虽然讲足顺，因为我有练习讲用台语去讲练字句嘛吼，所以我的思考会使用台语来思考毋是讲用华语佫翻成台语。但是我的发音的问题，就是有一寡毛病。这其实这毛病应该是会当改我变讲我进前拢错误的喙顿无好有一个人甲我教，所以其实我嘛算好运只是我有想讲原来我是错误遐济，但是其实嘛袂要紧，就亲像讲写小说共款，一定嘛是有人写小说的时阵，有一寡毛病，所以变讲伊小说有一寡缺点。但是我感觉写小说这件代志，就是为着家己，这就是真好的代志，无一定讲爱写到100分。像我伫面册网友因拢是会去看讲爱安怎写上好。我其实以前嘛会安尼啦，就是讲安怎写互伊的观众互读小说的人朋友一看就了解就是足侪原则的。但是对我来讲，我即摆思想无共我感觉讲只要写的物件是有家己的灵魂，就算是伊的写甲可能较变讲写的小说可能有缺点，毋是讲一看就足明讲你写啥我就知，毋免这做高明，毋免写较高明。真正的写小说其实就是一件灵魂的代志，伊毋是一个像唱歌共款唱歌其实你若真够唱是一回事，但是你若唱虽然讲有一寡缺点，但是真有灵魂。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大家想要爱的是这个感情，佫有这个灵魂，并毋是讲这人做完美的这是我的想法。